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4年的5月24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9篇，以赛亚书第2章第1节到第5节，罗马书第8章第9节到11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行在光中。有一首南非祖鲁族的诗歌，名为《西亚汉吧》，是一首非常合称非常美好听又很有力的一首诗歌。牧师在公元2000年主后2000年的时候，曾经带核能研究所的合唱团受邀到奥地利的 Graz 去参加一个国际的合唱交流。当时候我曾经预备这首曲子在音乐会当中来唱。牧师认为这首诗歌要唱得非常的在地，就需要边跳边唱，最好是在户外了就能够体会诗歌当中所描述基督徒应当如何行走在上帝的光中。歌词其实内容非常简单，就是一直在重复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行在上帝的光中，一直的重复，一直的强调，一次又一次的被提醒，非常适合安排在礼拜前的宣召曲。这与诗歌当中的上行诗歌非常的相像，也如同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第2章第1节到第5节。经文这样说：永恒的和平。以下是上帝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有关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信息。在将来的日子，圣殿坐落的山冈要矗立在群山之上，被高举，超越群峰，万国要蜂拥而来，许多民族要聚拢前来，说：来吧，我们一起到上主的山，一起往以色列上帝的圣殿，他会指引我们该走的道路，我们要走这一条路上行走。上主的教训从耶路撒冷发出，他的信息从西安传播。上主要解决国际间的纷争，排解民族间的争端。他们要把刀剑铸成犁头，把枪矛打成镰刀。国际间不再有战争，也不再整军备战。雅各的后代呀，来吧，让我们依照上主所赐的亮光行走。上帝会指引我们该走的道路，我们只要走在他的光中，他就会带我们到我们的目的地，就是他的圣殿。耶稣基督曾经告诉他的门徒们说：当人们把你们带到官长的面前的时候，不要担心要说什么，因为圣灵会告诉你们应当说什么。是的，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他就与我们有亲密的关系。上帝本身圣灵就会使我们复活，他也会指导我们该走的方向。圣灵成为我们灵性的光，成为我们生命的光，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罗马书第8章第9节到11节这样说道：至于你们，既然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的生活就不受本性的支配，只受圣灵的管束。没有基督的灵的人，
就不属于基督。可是基督若住在你们里面，总使你们的身体将因罪而死。上帝的灵要使你们活，因为上帝已经使你们成为义人了。上帝的灵使耶稣从死里复活。如果这灵住在你们里面，那么这位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上帝，也要借着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把生命赐给你们那必朽的身体。基督是世界的光，基督的教导啊，他的话呢，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应该要跟随他走光明的道路。诗篇29篇，上主在风暴当中的声音。神的众子啊，你们要歌颂上主，你们要颂赞他的荣耀和大能，你们要歌颂上主的荣耀的尊名，你们要敬拜神圣威严的上主。上主的声音传遍海洋，荣耀的上帝发出雷声，他的声音响遍大洋。上主的声音大有能力，上主的声音满有威严。上主的声音震断了香柏树，连黎巴嫩的香柏树也震断了。他使黎巴嫩的群山像小牛跳跃，使黑暗门山像野牛蹦跳。上主的声音使雷电闪耀，他的声音震撼旷野。他摇动了加底斯的荒漠，上主的声音震撼橡树，使橡树的叶子脱落。在他的圣殿里，人人欢呼，愿荣耀归于上帝。上帝管理洪水，他永远作王统治。上主赐力量给他的子民，上主赐平安给他的子民。感谢上帝，谢谢恩主，赐给我们圣灵的生命，让我们在绝望之中得到救恩。求主帮助我们更加谦卑的爱主，随主行在他的光明之中。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